每年年初做一輪全球價格調整，其實好常見。重點係唔同地方唔會同一日一齊加，通常係分批分市場慢慢落地，而升幅亦會因應地區成本同定價方式而有差異。今年喺亞洲市場就好明顯，中國專櫃已經全面加價。以下數字就係愛馬仕中國專櫃嘅最新價錢，所有價錢都係以人民幣做單位。今次主流袋升幅大概係4.5至10%。我揀幾個大家最熟悉嚟講啦。Birkin 25 Togo 皮已經由上年嘅10.0500升幅到115000，上升9.5%。Kelly 25 Togo 皮同樣由上年嘅10.5000升幅到115000，一樣係加咗9.5%。而 Birkin 30 Togo 皮就由上年嘅115000加到而家125000，升幅為8.7%。而 Lindy 26就由上年嘅78800升幅到今年嘅86650，升幅為10%。Constance 19 Epsom 皮升幅相對低啲，只升咗5.4%，由上年嘅81100加到今年嘅85500。而 Piccadilly 18就由上年嘅29700加價到32000，升幅為7.7%。同一時間，我哋已經見到香港以外嘅愛馬仕專櫃嘅價錢已經陸續加價，即係唔止一個地方喐，所以大家留意香港嘅愛馬仕專櫃一定會跟其他國家一樣陸續會加價。補充一句，頭先我講袋嘅價錢係未計配貨㗎。如果配比唔變嘅話，袋加幾多，配貨嘅成本就會同步上升。最後提一句，愛馬仕專櫃價錢一加，二手市場通常都會慢慢跟住調整，尤其是全新或者熱門款，價錢好多時都會跟得比較快。如果大家都想了解更多關於 Hermès 嘅資訊，就記得 follow我。我哋下條片再見，拜拜。